太子，我爱你，逐工拢陪我，你袂使离开我的啦。牛囝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离开你的。你讲这是真实的哈？真是有这款代志。启禀娘娘，青青所讲拢是真实的。带我来去。是。哼，陶太子，你唔管你离开玉皇子，等娘娘等去天庭领罪。哦，青青，你心宽改歹哦。你有够好大胆，竟然还阁执迷不悟。玉皇子，你敢知影我是啥物人？小仙玉皇子，参见母娘娘。你知影是王母娘娘，也唔管你束手就绑。哼，你是啥物身份？我甲王母娘娘在讲话，你也敢插嘴？你来啊，叫你啊，来啊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何必都下动手呢？启禀娘娘，陶太子被玉皇子所害，请娘娘让我出手解决玉皇子，那呢陶太子就恢复正常。你这唔知见小的死条要几啊？你真是爱我讲出当初时，你咧道路江偷走入去东华书家办进来的代志是无？青青，跪落！青青，你讲，敢有这款代志？娘娘，这是玉皇子咧黑白讲，青青唔敢违背，娘娘平常时会假死。你讲，这个代志，你到底有做？娘娘，青青确实是捌入去过东华书家的房间，也毋过，我只是去找失踪的女犯潘记。娘娘，牡丹罪孽深重，连累众生，请娘娘将我化为冤仇，埋伫蟠桃园内。娘娘，无当讲这句话，算伊还阁有良心，无亏娘娘对伊平常时的假死，一切罪过拢是因伊所起，所以就会化成冤仇，这是应该啊。青青，都要人不知，除非己无为。凡间的人都知影这个道理，何况你是天庭的仙子？你生活来想啥物？你做啥物？敢讲我会唔知影是？娘娘，即马，你就转去瑶池宫，静候处罚。娘娘，无等，你起来。是。玉公主，今仔日若是将你相毒，是我无好好教导。即马，你就转去，向老君领罪。陶太子，随我回宫。阮知影娘娘会慈悲，啊，毋过阮已经成为一体啊，无法度修行正果，请娘娘恕阮为犯人，先做我甲玉皇子。大胆！我是看你两个还阁有善根，予你一摆机会。恁既然执迷不悟，我阁有一摆，你到底要怎？陶太子，莫甲伊啰嗦，咱甲伊拼啦！陶太子，你紧叫玉皇子停手，唔通伤到娘娘，紧来啊！天不灭人，人自灭，这是天意。凡间劫数难渡，无等，娘娘，咱来去。是。
公主请。老赵，唔知三位来到我这个厨房，有啥物贵事，还是有啥物代志需要在下为你好？公主，听讲你文质彬彬，书画满腹，特别来甲你教了。不敢不敢。老夫就是唔捌你，有一件问题想要来甲你请教。老赵，假使你的问题若是袂麻烦，在下愿意马上替你解答。我的问题就是讲，为什么做人就爱读书？读书又搁想要创啥物呢？老赵，这读书都是为了要考试，考试就是希望有一天会当金榜题名。金榜题名了后，迄时阵我要第啥物会都有啥物会啊？原来就是安尼哦，莫怪我将来都捌烦恼者，烦恼亲，就是因为我唔捌你，无显现光明，所以请我才唔捌。老赵，金榜题名是需要10年的苦读，就算你即马知影，也已经是上班啦，不如唔知影。公主讲了真有道理。水啊，你实在是真戆嘞！啊，师傅啊，伫来你指点，我看你这头一定小拍赢啦。我是嘛是。唉，东华，读书就是求道，求道就是读书，推己济人，谦善天下。你规头壳拢是甲人如玉黄金屋，你实在真害啊！师有理，师兄无理。师傅啊，我看一定你是甲师兄金币借去的关系啦。你也看，迄规个头壳用个要想歹去啊！我是嘛是。金币若是害，一定会高调，而且会做大官、赚大钱。迄个时阵，百姓就艰苦。我是嘛是。毋过师傅啊，迄金币是师兄的，该还伊，你嘛是爱还伊啊。我是嘛是。金币是爱还，也毋过以后就看伊安怎做法。老爷，请贵官行礼。是。哦，原来就是官员大人要交付件兵役。这到底是什么代志？李当兵，当兵在，大人有啥指示？这摆要就业户口，你敢有包？林大人，当兵不敢夸口，也毋过有大人你的防护保佑，相信当兵袂互你失望。好，本官也是10年寒霜，一举成名，希望你有本官争取公赢。是，当兵一定全力以赴。就业户口，查核虽然真重要，司法也是真重要。你一路爱勤练司法，知影？是，多谢大人指示。哎，当兵啊，一路家己爱小心啊。是，阿公、阿爹、阿娘，我一定要考到状元，光宗耀祖。阿爹，我相信当兵一定袂互咱失望的。哎，我的意思都毋是讲安尼啦，我是讲这回奖惊赶考啊，路途遥远，一路嘛会当平安啊，袂平安咱也毋知影。嘿，我想吼，有哪是叫主动随行较好啊。阿公，孙俪已经大汉了，我会用照顾我家己，而且我的身体这么啊好，两手内自有神明保佑，我家己来去就好。是啦，阿爹，我嘛相信神明一定会保庇咱兵役。阿爹，你唔免烦恼啦，咱踮咧厝，期待当兵的好消息，其他的你拢免操心。是啦，阿爹，伊咧讲的哪有理啊？你做你放心啦。阿公，多谢你的疼惜，孙俪一定会平安考到状元，转来见你。
好，你既然敢有这款的信心，阿公也就放心。来，小心赶路。阿公、阿爹、阿娘，我来去。吕洞宾啊，吕洞宾，你一生勤务功名，若是我太上老君会当互你照希望，那安尼天下的苍生是要安怎过呢？吕洞宾，你是天庭仙人，是你因为做唔到代志才拍落凡间。今仔日你应该受到赎罪，也毋过你变成势力之徒啊！唉，难呀难呀难！文曲之何在？小仙参见太上老君，老君有何指示？文曲之，你赶紧速速收回你的烂笔。是。客比娘娘，亲情一时的冲动，让娘娘生气，请娘娘责罚。青青，你敢知影唔对？青青知影唔对，你若是知影唔对就好。青青，你爱专心修道，不可再犯。是，多谢娘娘。无代志，你就退下。客比娘娘，青青犯错，娘娘不还。青青心内更加艰苦。即马蟠桃园已经到批土收基的时阵，青青想要专心工作一段时间，等工作完成了后，青青会过来思考娘娘。青青，你无想要见我？唔是，青青犯错该犯，请娘娘让青青闭关3个月，3个月以后，我会搁转来见娘娘。真好，娘娘听了真欢喜。青青，你退下。是。比娘娘，无等，什么代志？我想要放弃修行。你要放弃修行？无等，你干嘛放弃仙境，安平快乐日子唔过，爱去凡间，这是何苦？娘娘，无等无路用，满怀充满情欲，恐惊会辜负娘娘的心意，恐难修成正果。求娘娘，你搁再让我落凡间，来去受尽痛苦。答阮这段缘分若是真，我才搁转来思候娘娘。唉，我看这件代志是无法度通好改变。无等，我就答应你去凡间，经验凡间的悲欢离合。你若是爱休息，踮伫咧凡间嘛是会用的。多谢娘娘大恩大德，谢娘娘。你去。是。无等，这嘛是你命中注定，多灾多难。也搁有青青，若是私自下凡，无等，你的日子就更加歹过。请来，敢问现在准姓代？小弟名叫王兴华，请问恁兄准姓代名？在下李洞宾。原来你就是恁兄，哎呀，真是久仰大名。不敢不敢，
王兄，你实在是真客气。请问王兄，你此行敢也是要就近赴考？是啊，实在是真好。那安尼，咱是共路，唔知王兄可愿意搁在下动？当然，承蒙二兄看不起小弟，真是荣幸。哪里，王兄，请。请。谢公，谢谢。多谢。王兄，请。请。这两位客官是要食饭还是要休店？我要休店，麻烦你给阮准备2斤黄金。好，马上给你准备好。请用茶。多谢。哎，店头家，我准备1间房间。这位公嘛，你慢来一步啊啦，房间拢客满。客满啊！店头家啊，我问阮所有的客栈，伊讲，干你这间客栈才有房间通啊大。啊，既然无房间，我暗时就困外口。是嘞啦，你若无较早来，客满啊。店头家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甲这位王兄带1间，另外1间房间就另互这位姑娘。姑咯，安尼哪会用诶？那袂用啊，咱拢是打波，带1间啊有要紧的，对吧？店小弟啊，麻烦你者。对啊，谢谢。林公主，就是这个房间。林公主，以后新人夫伫下面，小酒拢准备好啊。啊，多谢你。你若需要请何处，再随时甲我讲。暂时无啊，阮想要先休。好。我规工的路，搁不离遐忝。王兄。你搁忙忙啊，徛等真爽啊！兄弟紧劝的啊，咱斗阵来去洗身躯啊。啊？斗阵？要哪我唔免洗身躯。这要哪会用咧？咱规身躯全臭汗酸，无洗身躯你敢顺会？行啦。无安尼，若你先去洗我较等下才洗啦。既然王兄安尼讲，无我先来去洗。洗了洗足好。王兄。啊？换你去洗啊。哦，我来去啊。
是王兄的车。王兄。牡丹姑娘，真实的，我真是唔知影你是，啊若无，我哪会遮尔懵懂呢？公主，你免自责啊。其实是怪我家己唔好，我若莫骗你，嘛无即款代志。牡丹姑娘，你唔好安尼讲，你无怪我，我心内已经愈艰苦啊。啊无安尼啊，假使你若无去乡，等我上京户口了后，我一定会带你为妻。牡丹姑娘，你一定爱答应我，啊若无，我这世人一定会良心不安。袂用的，你袂用带。为什么？我讲袂用，就是袂用。你敢袂用带这条路线？亲照，人就爱知影分寸，食啥物饭，上啥物景。你既然是一个妖女，就莫高攀天顶的仙人。不是，我唔是妖女，我是牡丹。恁两个到底是咧讲啥？我乃连一句拢听无。二公主，你敢知影你的前世是啥物？前世？啥物前世？感谢亲爱的观众朋友日日准时来收看着卢洞宾。卢洞宾轮回求道、得道、救人的故事，愈来写愈精彩。为着庄严甲保温的牡丹，写起着仙境太平娱乐的日子唔过，甘愿下凡来历经着人生悲欢离合的日子。在人算不如天算之下，被上京户口的洞宾想要来带伊。洞宾敢会带着牡丹呢？唔伫咧蟠桃园闭关的吴青青也偷偷下凡，伊会用什么方式来对付着牡丹甲洞宾呢？玉皇子甲桃太子已经成为一体了，因又搁安怎来面对着天庭众仙的擒拿？敬请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合家来观赏着卢洞宾。